新闻的头一条，话要讲警示，这个人空挂喷杯雅士流出来，工人赶紧来逃命。台北市艋舺和平西路三段一条巷啊，昨早起10点外，现场有工人咧画迄个交通线，画到一半，突然间爆炸，边仔人空挂破一大坑，搁闻到阵阵的雅士味。工人带一个是随白咧弄，初步了解，可能是地下铁管的螺丝，因为地动松灵脱气，这个雅士射出来，甲人空挂冲开，怎来爆炸？加在人平安。只两1秒，工人还伫画线向嘣一声，人空挂全咧崩开。这工人惊一个赶紧跳去边啊！现场咧冒烟散雾，佮有真高的雅士味，过路人拢惊一条，发现讲人空挂已经破一大坑啊！ 没有火，都没有火，就是只有白烟而已，是没有喷上来的，它就破一个洞那样子。代志发生伫台北市艋舺和平西路，昨早起10点外，加在无人员伤亡。到底是安怎人空挂向崩开？工务局表示讲，人空挂的下骹178公分的所在，有一条36公分的雅士管，顶面的螺丝敢若是进前地动时有冷气，才发生雅士流出来。必须讲，工人、过路人拢惊一条。 在路面上有做标线的话，那应该会有一些明火，所以可能引起了那个人孔盖，所以有稍微砍开。相关单位唔敢大意，暂时赶紧修理，已经修理好啊。加在这个意外，有惊无险，无造成伤亡。你搁看一摆这个惊险的画面，这路面人空挂熊崩开，工人惊一条，赶紧走。当时雅士味搁真重。 过路人、附近咧做生意的人拢着惊，敢有可能搁造成类似的意外？相关的单位真正都要好好检查。